各位看官好，我是曹吕崇。今天我们正式开启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大展的参观。我们首先去第一个展厅，法老的国度。这个展厅主要是介绍古埃及，以法老为核心的来世信仰体系以及古埃及的各种文化。我们直接上干货。古埃及一共有33个王朝，在此之前的时期叫前王朝时期。我们先看一下前王朝时期的几件文物。这是一个5000年前的陶罐，上面绘制了一幅王室狩猎和航行的图案。这一主题一直被古埃及人沿用到法老时代的末期。这当中有个女性在比心，前后各有一个男孩，还有好几只羚羊，他们都在一艘船上。这是一个画有征服人像的陶瓶，画面中尺寸较大的是国王，作为胜利者，他一手抓着俘虏们，一手用武器击打他们。这个动作后来成为了古埃及王权的核心符号之一，几乎在任何时期的神庙外墙上都可以看到这个画面。这是一个有河马图案的陶碗，河马是混沌和破坏的象征，也是母性和生育的象征。这是另一个几何陶文盘，旁边还有我们同时期马家窑文化的陶器做个比较，都是彩陶，而且也都有丰富的纹样。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展柜，这个展柜的主题就是冥王奥赛里斯。他原本是一位受人爱戴的法老，后来被弟弟赛特谋害，夺走了王位。他复活后成为了冥王，掌管人死后的世界。所以古埃及人死后被制成木乃伊，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像奥赛里斯一样复活重生。这尊雕像表现的就是奥赛里斯复活苏醒的那一幕。奥赛里斯的形象还是非常好辨认的，他戴着白色的帽子，两边有羽毛，手持曲柄权杖和镰枷，身体被布包起来。许多墓葬中都有死者捧着礼物送给奥赛里斯的壁画，这些都是奥赛里斯的头像。他从第5王朝开始就在私人墓葬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这位是奥赛里斯的妻子伊西斯，被奉为理想的母亲和妻子。基督教的圣母像据说就脱胎于伊西斯怀抱儿子荷鲁斯的形象。然后是奥赛里斯3神像，就是奥赛里斯和他的妻子伊西斯以及儿子荷鲁斯在一起。这是埃及神话中最为著名的3神族之一。在古埃及神话中，荷鲁斯为父报仇后成为了埃及新的统治者，所以后来古埃及法老都认为自己就是荷鲁斯的化身，是神之子，并把自己和他的父母雕刻在一起。接着我们看第3个展柜，先看2串项链，都是第1王朝时期的，主要看挂坠。一个是鹰形的挂坠，鹰虫外，太阳神拉、荷鲁斯等都是鹰的形象。另一个是圣甲虫，古埃及人认为圣甲虫能和太阳神一样无性繁殖，被给予了重生和创造的意味，也象征了生命的不朽。这是一组来自第1王朝的象牙标签，一共5块，上面都有一只鸟的形象。古埃及人不仅仅崇拜鹰，还有其他鸟类形象的神，具体我们后面还会看到。这2件是鱼尾形刀，一把是石英制成的，一把是黑曜石制成的，可能是用来切割新生儿脐带的。古埃及人认为死亡和出生一样，都是新生命的开始，所以这类刀片会作为古埃及人的随葬品。
前3个展柜看完后，这里有一条长廊，两侧都是埃及历史上著名的法老雕像。我们先看这块来自第1王朝时期的石碑，碑上有法老塞门凯特的荷鲁斯铭。荷鲁斯铭就是指荷鲁斯站在写有他名字的王名圈上，里面的内容是神的同伴，说明了法老是荷鲁斯在人间的化身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来自第2王朝时期的石碗，上面刻有该王朝首位国王哈特普塞赫姆卫的荷鲁斯铭，里面写的是两股力量皆获满足，反映了他在位期间推动了上下埃及的统一，或维持了全境的和平。接下来是一串项链和一个宽手镯，都是来自第3王朝的。这时候的设计还比较简单，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和后面的做对比。接下来直接来到了第12王朝，这是当时的法老阿蒙涅姆赫特30像，出土于埃及最大的神庙卡纳克神庙，他统治埃及长达45年，国家在此也进入了中王国的黄金时代。这尊雕像被刻画为一名表情严肃而略带忧虑的中年人，以凸显他在治国上的殚精竭虑。这是一个第12王朝时期的串珠宽手镯，它的设计反映了古埃及文化中崇尚对称和秩序的一面，黄金条块有序排列，珠子的分布错落有致。这一时期古埃及的珠宝艺术达到了巅峰。我们再看这个瓦塞赫项圈，原先是在一位公主的木乃伊上的。瓦塞赫的意思是宽，它体积大，质量重，以至于背后有时候还要配一个平衡坠。再接着到了新王国时期，第18王朝，这是带有图特摩斯一世王名的祷文的横梁，王名上方有象征上下埃及的秃鹫和眼镜蛇女神的形象，横梁两侧的铭文对称展开，内容是祈祷神明赐予法老生命快乐和健康。图特摩斯一世是第18王朝的第3位国王，他远征西亚，扩建古埃及最大的神庙卡纳克神庙，而且是第1位埋葬在帝王谷的法老。继续第18王朝，这位是古埃及的武则天哈特谢普苏特女王，她掌权期间为埃及带来了20年的和平与繁荣，她的雕像也从女性形象转变成了男性形象。她死后还政于她的儿子图特摩斯3世。这尊雕像表现了他跪地供奉神灵的虔诚形象。这位就是图特摩斯3世，直到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去世后，他才崭露头角，开启了一系列军事行动，征服了亚洲的叙利亚等地区，被认为是古埃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。这个雕像把他塑造成了奥赛里斯的形象。接下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拉美西斯2世了，第19王朝的第3位法老。有人说他和我们的乾隆皇帝很像，长寿，活了90多岁，而且生在一个繁荣的时代。乾隆皇帝喜欢写诗，立御碑亭，拉美西斯2世喜欢建神庙，刻自己的雕像。这还不算，他还把之前法老的雕像刻上自己的名字，挪用成自己的雕像。我们现在在埃及博物馆还能看到他的真身木乃伊。然后我们看这块阿蒙霍特普一世碑，石碑的左上角王名圈内刻了第18王朝法老阿蒙霍特普一世的名字，但是周围一圈的铭文却写的是19王朝拉美西斯4世的荷鲁斯铭。可能是某位后来的工匠依然信奉早期的法老阿蒙霍特普一世，把他作为自己的保护神。
OK， 第一个展厅法老的国度，我们已经看完1/3了。休息一下，我们下个视频继续。关注草履虫，为您不断打造旅游视频攻略。